小朋友讀小學，使唔使去爭名校嘅學位呢？今集喺呢度，我就想同大家家長分享下我嘅經驗。喺呢個咁強調贏在起跑線嘅時代，小朋友去升小學嘅時候，揀一間名校，係咪就一定係最好嘅呢？作為一個過來人，我可以好肯定咁講個答案，唔係嘅。小學讀名校對個小朋友未必係最好，無論係當刻讀緊嘅時候，定係話講到影響將來升學嘅機會，呢兩方面呢，其實都唔一定係最好嘅。我作為係一個過來人嘅家長啊，我嘅孩子已經讀到大學啦，由小學升中學升大學所經歷嘅經驗呢，應該係有資格分享下我頭先所講嘅呢個論點。首先，我可能同大家分享下我小朋友升小學、升中學呢個階段嘅經驗。相信聽完之後呢，大家都會明白點解我會話小學讀名校唔一定係最好嘅。當年我嘅大仔升小學嘅時候呢，好好彩入咗一間喺深水埗嘅私立名校。我同一般嘅家長呢一樣啦，都非常之高興嘅。雖然話要畀學費啊，但係都決定送佢入去讀。佢喺呢間學校咧讀咗小一同小二兩年啦，不過咧好明顯就讀得好辛苦啊，睇得出咧小朋友咧係好唔開心嘅。佢其實都算係一個好勤力肯讀書嘅小朋友，而成績咧都喺全級入邊咧全級係有100幾人嘅，實際我唔係好記得百幾人啦，佢就考到50幾嘅。但係以當時嗰間學校校內成績嚟計咧，大約咧就係 Band 2頭嘅。後來佢升上小3嘅時候，我哋就決定幫佢轉校啦。原因咧就包括第一，我喺當時咁啱咧就睇過一篇文章，作者講真我都唔記得咗。作者就話小朋友讀一間佢能夠有能力考到頭10名以內嘅學校咧，咁先至係適合佢嘅學校。當然雖然係有啲誇張，但係個原則咧我都幾認同嘅。另外咧就我見我個小朋友咧讀得都太辛苦，又唔開心，咁我都問自己，我畀錢，但係又讀得咁開心，即係有啲畀錢買難受咁啦嚇。咁為咗啲咩咧？跟住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弟弟就冇考到同一間嘅私立名校啦。咁我哋就希望佢兩兄弟能夠喺一間學校成長，所以決定不如哥哥轉校去一間兩兄弟都可以一齊讀嘅學校啦。第三個原因咧就喺佢讀小二嘅時候，我都開始有研究下呢個升中嘅遊戲規則，比較了解點樣可以升到一間好嘅中學。以佢嗰陣時大約 Band 2嘅成績，即使喺嗰間名校讀落去，到時升中學咧，相信都唔會排得太好嘅，可能都係去返 Band 2度。而且喺深水埗區亦都冇咩好嘅中學。咁所以基於咁咧，我哋就決定不如幫佢辦轉校啦，揾另外一間學校。最後咧，我哋揾嚟揾去，因為覺得九龍城區嘅學校即係中學會比較好啲，所以就喺九龍城區揾啦。最終咧就揾咗一間喺紅磡嘅津校普通街坊小學嚟嘅。咁兩兄弟就一齊讀咗呢間小學啦。咁佢喺小3入到去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可以考到差唔多頭10到啦。小3、小4兩年都有頭10名嘅。去到小5、小6咧，甚至係可以去到頭3名嘅。
咁由於成績好咗，咁個小朋友咧自信都多咗，讀書都讀得開心咗好多，而且仲有時間去參加一啲課外活動啦，包括咧參加咗劍擊嘅校隊啦，去代表學校去參加學界比賽啦，即係可以睇到個小朋友成個人都 smart 咗，亦都有自信咗、開心咗嘅。而到佢小五、小六開始要考呈分試啦，佢喺第一次嘅呈分試咧，亦都係表現唔錯。當然亦都加上運氣啦，就考到全級嘅級一啦，考到第一，咁就得到學校推薦去申請一間喺港島區嘅直資神校。結果咧都好順利考到入去呢間神校嗰度，仲係作為呢間紅磡普通街坊小學歷來第二位啦。佢之前都有個師姐嘅，咁呢個要老實交代，第二位考入呢間神校嘅學生。咁呢個就係我小朋友讀小學嘅階段嘅一啲經驗分享啦，即係準備升中嗰個階段啦。咁喺呢度我想強調咧，我唔係話讀名校係冇用啊，而係話喺小學嘅階段咧去讀名校咧就唔一定係最好嘅。但係相對嚟講咧，喺中學讀名校咧，比起小學咧嗰個作用會更加大。點解咁講咧？我就留翻喺下一次講中學嘅時候再解釋啦。呢度我哋都係講翻小學呢一部分先。咁首先我哋要了解咧升中呢個遊戲規則係啦，同埋小學喺呢個階段嘅影響啦。由於升中咧佢分成3組噶嘛，即係大家清楚嘅 Band 1啦、Band 2、Band 3啦。咁而事實上咧，每一間小學或多或少佢都係會有一部分學生係 Band 1噶嘛。只係話好嘅小學名校啊，呢啲可能佢個 Band 1嘅 group 咧個比例係會大啲嘅。一般大家心目中可能比較差啲嘅小學咧，佢個 Band 1嘅人數嗰個 group 嘅比例可能係少啲嘅。咁但係最緊要、最重要其實係咩啊？係你個小朋友嘅能力係喺嗰間學校可以入到去 Band 1嗰個範圍入邊咯。咁如果你小朋友係一間名校小學讀嘅，但係佢考嚟考去，佢嘅成績可能淨係喺 Band 2甚至 Band 3嗰個組別嘅，咁樣佢升中嘅時候個學位好大可能都係 Band 2中學啊 Band 3中學嘅喎。相反啦，如果佢係喺一間普通嘅小學，而佢能夠有能力應付到個競爭之下係去到 Band 1嘅組別嘅，咁佢反而佢升中嘅時候咧，可能係會係比佢喺名校讀小學更加有利嘅。咁呢個就係關於嗰個攪珠啦、派位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自修生個 part 咧，直資學校報嘅時候咧，咁其實都係一樣，因為學生嘅校內成績咧，往往咧就會俾到中學嗰個老師去最直接、最直觀嘅感覺噶嘛。你考第幾名啊？佢即刻睇到，即刻有反應噶嘛，而唔係太過去考慮你係咪名校啊，定係普通學校嘅。因此咧，一間普通小學咧，你考全級第一，同一間你喺名校小學，你考50-60名，邊個更加有利啊？咁呢個我諗大家都可以明白啊個道理。所以咧，簡單嚟講咧，幫小朋友揀小學嘅時候咧，應該係揀一間佢能力足以應付，令到佢嘅成績可以比較靠前嘅學校。咁樣比你去揀一啲所謂嘅名校咧，會更加合適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呢一集咧就簡單咁講咗揀小學嘅各部分啦。下次咧我哋都可以討論下升中揀中學嗰度啦。咁有興趣嘅家長咧就麻煩你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 啦。